抱你小弟要带。是要去倒位啊？阿母，是安怎？阿母你无爱我，你若安尼是讲，我无伫厝内底尔，你要去嫁翁啊？弟弟无人饲啊！你若拢是我的囝咧，人叫我嫁，我哪可能会嫁？我会尽心甲恁照顾。你袂哦？我袂啦当。的啦，哎，就300年，是阮叫伊嫁啦。那安尼，我问你，你这段时间是走去倒位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住西公林兜。哈？西公哦，互我吃，互我用教功夫，我会晓时阵，我要甲抬，切八段，天爸爸报无仇啊！可能哦，伊遮尔啊好心，就要教你功夫。你咧甲我骗的哦？哎呀，我感觉无妥当啦。有影？你有靠妥当，我即摆莫转去啊，我去别位咯。要去别位哦，阿姐啊，去别位哦。安怎？我要去红明啊，要去边关路拢会使。真正啊？迄对哦，毋是啦，我迄无路用啦。迄无路，做我无路我要用。教功夫啦，教功夫讲啊，我无伫个哦，代替我照顾老母啊。好啦，好先我来去做细汉，做细你的哦。我来讲，会讲的。恁囝这型的哦，绝对大叫去啦。你别等你大叫。好啦好啦，好啦。